誠毅，香港公共文體建築，1950到2025，商務印書館，2026。大家有冇諗過，一座每日經過嘅建築，其實都唱住一段城市故事。例如封面上呢座駱克道市政大廈，就反映咗香港公共服務發展嘅一個重要階段。呢本書就主要探討香港公共文體建築嘅發展歷程，其中一類好有代表性嘅建築就係市政大廈。相信好多人都曾經路過，或者喺入邊買餸、食飯、借書、運動，但未必細心了解佢背後嘅故事。由早期以街市、熟食中心為主，到後來加入圖書館、體育館、文娛設施等多元功能，市政大廈將唔同嘅公共服務融合喺同一個空間之中，形成咗一種好有香港特色嘅建築模式。誠意呢本書就希望帶大家重新認識一直貼近社區、陪住居民生活嘅公共建築，了解政府點樣透過空間改善市民日常生活，建築點樣回應社會需要。如果大家對香港建築、城市歷史感興趣，呢本書都非常值得一睇。公共空間、公共建築係大家都可以去嘅地方。咁樣嘅地方喺香港咧，就到1950年代之後咧先至出現。喺高度資本主義發展嘅社會咧，香港嘅公共建築通過政府嘅投資同埋建造，緩解咗人們嘅焦慮，俾人哋帶嚟好多嘅樂趣。青少年咧通過文化活動咧，係培養咗積極向上嘅精神。香港啲住宅咧有時間有啲單調，但係公共建築咧就出現咗好多新鮮嘅面孔，所以公共建築咧比一般嘅住宅咧就要生動好睇一啲。21世紀咧，香港面臨住嚟自好多周邊城市嘅挑戰，全港性嘅公共建築咧就除咗填補香港嘅文化體育需要之外咧，也代表咗香港嘅形象。所以呢本書通過300幅圖畫大量嘅文字咧，係記錄咗香港公共建築75年嘅進步。希望你中意嗰本書。